后来就惊过来喊年假，民众到景点佚佗、全市做伙，会来造成群聚的感染，所以刷落来5·1劳动节的年假有要互喊困无？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目前是无取消的规划，但是疫情不断的变化，到时阵会过来看状况。有关施困的方案，有立委要求直接发现金予民众，也毋过院长讲发现金效果无好，因为民众会甲钱欠起来，无要开，所以也是规划要来发更。清明年假一结束，人济所在停留15分钟以上，就建议自我健康管理，要台湾疫情会使控制掉咧。5月年假要到，敢要取消？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大家卖遐着急。5·1年假并没有取消的规划，当然我们会视情况灵活随时运作。灵活运作有法度说服民众，不过台南市长每天都不一定，拢是因为临时发的细胞简讯直接点名11个旅游景点。其中台南就有3个，无希望讲等到5月年假又搁发生地方甲中央爱搁桥。这种错误的警报，坦白讲对地方是有杀伤力的。那相关的做法可以从各方面实际执行的情况更精进。地方收到杀伤力，毋但伫立委警示要有纾困案，要求发现金。那对于很多已经没有现金，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啦。如果只有发现金，固然有人会消费，但也许有人就把它存起来，这样子效果不大。为着提振经济，财政部会为昨开始就有卫福部长陈时中逐天开记者会安打民心，希望疫情要遮严重的同时，地方政府民意代表莫甲政府做对头。